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南投水里乡的上安社区，结合着近乡国小，举办亲子演习的活动，邀请到专业的老师来说明指导，透过声音甲律动的课程，促进着亲子之间的感情。深呼吸。 上安社区时代甲近乡国小学生囡仔对老师哩做，随着节奏的变化，摆出各种的姿势，囡仔感觉真心声。社区时代嘛，真认真。节奏是世界共通的语言，所以这些身体的运动我也是从生活中常发生的事情。那主要其实目的是想要渐渐打开他们的心。那长者与儿童能够结合在一起，有种联系感情。 社区结合在地国小共同办亲子家庭演习活动，邀请专业的老师来带，这需要配合节奏甲动作的亲子互动课程，促进社区的时代甲囡仔之间的感情。1、2、3，这个时代接触到囡仔，除了了解即卖囡仔想法甲作为，嘛得到真大的快乐，促进隔代之间的互动，这嘛是现代家庭教育重要的一部分。